耐冇見啦，大家仲記唔記得我阿 Key 啊？最近忙緊啲住家嘢，抽唔到時間剪片啊！希望你哋仲未退訂啦。今次嘅擺位思多啲係延續翻上次條片，講下啲 concept 嘢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 荔枝角4小龍咁包括咧星月居啊、宇晴軒啊、宏景台同埋碧海藍天啦，因為非常之鄰近港鐵站，係唔少上車族嘅首選。而今次 design 嘅單位咧就係星月居，實用面積491尺，戶主係一對年輕 couple。咁雖然佢哋各對單位設計諗法都有啲分歧啦，但係難得有個共識點嘅係諗住一入屋嘅觀感開揚啲，同埋想做一間多功能房，等第日有細路嗰陣唔使重新大搞間房。既然個客人提出明確嘅要求，就同佢哋諗掂佢嘅，想改善入戶空間感啦，無非都係喺物理同光線呢兩方面入手。物理係大家可以走啦。咩話？唔明我講咩？你哋係咪香港人嚟㗎？大家可以走啦！爆咗牆之後，成間屋會光猛咗，咁仲未夠㗎，仲要加啲一氣呵成嘅長燈帶，進一步加強視覺上嘅延伸。一入屋嘅觀感就解決咗啦。多功能房係下一個待處理嘅問題。由於屋主暫時未有細路啊，預2至3年之後先計劃生返個，間房係閒置嘅，暫時當住書房或者工作房用先啦。所以喺起牆方面同家私間隔分件上面做啲小心思，留定一張單人床嘅闊度，床褥915加床檔18到20加，收口40加，虛位10，大概985左右。咁將來有小朋友嗰陣，就訂咗張曲尺書台同埋左面3倉地櫃，換成3尺床、窄身床球櫃、床尾下反書台，咁睡房4寶就齊晒。好，佢哋嘅共識點有晒 solution， 跟住就嚟到風格顏色定位問題啦。女戶主要求客飯廳可以做到 elegant 同 natural， 而男戶主咧就鍾情於綠色元素，希望可以加入喺牆身同家私設計入邊。但女戶主又擔心大面積嘅綠色太田園 feel， 一頭容易過時，咁所以雙方爭持咗好耐啊。其實絕對唔會好似廣告歌仔咁唱。如果太多優雅味、綠色味，咪冇訂企嘅。等到綠色味翻嚟，優雅味又唔爭氣。要晒又得啫。唔用大面積實綠色油漆，改用以綠灰色交融相間嘅冷翡翠岩板，配以玫瑰金鋼、深灰粒槽、奶白條子點綴，高貴精緻感顯露無遺。加上北美灰胡桃同埋火焰加濕器嘅調節，增添視覺上嘅溫度感。跟住落嚟，就等我哋沉浸式體驗下間屋。日日朝9晚6，鬧鐘未響就醒咗啦。佢仲喺度瞓，我靜靜雞落床，入廁所刷牙洗面，凍水拍上塊面嗰下醒神晒。我企喺中島，快手煎隻蛋同塊多士呢，順手撳咗部電視聽下有啲咩新聞。我遞杯熱茶俾佢，佢坐低咬住塊多士，望住電視皺住眉咁講：又係嗰啲爭拗新聞，悶唔悶啲啊？食完一齊執袋出門口。喺走廊，佢幫我整翻好條衫嚟，再一齊行去逼地鐵。佢繼續挨住我瞌眼瞓，到咗鑽石山分叉口。收工見，拜拜。終於捱到收工，翻到屋企，佢煮飯，我幫手洗菜。食飯嗰陣講下公司啲無聊嘢，笑笑下又一餐。沖完涼之後，佢喺梳化睇劇，我喺吧台斟杯酒，行去陪佢。佢會搶我隻杯飲一啖，俾啖嚟試下。到半夜瞓覺，佢隻腳凍冰冰攝過嚟，凍到我溝都縮埋，屌都係個隔離書房打陣機再瞓。今次嘅解說嚟到呢度，中意嘅可以讚好、分享、訂閱。如無意外，下期係現代簡約風，記住留意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